人们常不讲道理，自以为是没同理心。即使友善可能被说动机不良和有私心，成功时可能出现虚假朋友和真敌人。即使诚实，可能人们还是会欺骗了你。如果找到幸福平静，人们可能会嫉妒你。即使做好事，往往明天人们马上就会忘记。将你最好的奉献出去，可能会被踢掉最气。如果只是批评他人，你没时间付出爱情。人们常不讲道理，自以为是没同理心。即使友善，可能被说动机不良和有私心。成功时可能出现虚假朋友和真敌人。即使诚实，可能人们还是会欺骗了你。如果找到幸福平静，人们可能会嫉妒你。即使做好事，往往明天人们马上就会忘记。将你最好的奉献出去，可能会被踢掉最气。如果只是批评他人，你没时间付出爱情。